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睇熱辣新聞。如果你哋中意我哋嘅內容，記得俾個 like 同埋撳下個鐘仔訂閱我哋嘅頻道。今日係2026年4月21號星期二，今日同大家講兩單尋日喺香港發生嘅社會事件。一單係關於騙徒手法層出不窮嘅殺豬盤網亂騙局，另一單就係堅尼地城發生嘅1000蚊紙包香口膠嘅事情。兩件事睇落風馬牛不相及，但背後都反映緊而家社會一啲好值得大家深思嘅現象。依家會同大家逐一拆解呢啲你同我都息息相關嘅事。首先講下呢單發生喺今個月，令人好荒謬而又經常發生嘅網上情緣騙案。話說，警方守望者社交平台喺4月19號公佈咗一單殺豬盤網戀騙局，受害人係一位61歲嘅退休男士，損失足足有成250萬港元。件事係點樣發生嘅呢？原來呢位退休人士早排喺 Facebook 上面認識咗一位自稱喺台灣做 IT 行業嘅女士。大家要明白，61歲退休本來應該係享受人生同埋湊孫嘅年紀，儲咗一大筆積蓄，諗住安享晚年。點知就係咁樣中咗招。佢哋由最初日常閒聊到分享生活點滴，冇幾耐就互相叫對方做寶貝，短時間之內就墮入咗網戀。聽落好似好甜蜜。台灣寶貝喎，有冇咁大隻蛤乸隨街跳啊？你諗下，一個素未謀面嘅人，隔住個熒幕同你談情說愛，短短時間就發展到互稱寶貝嘅地步。呢個本身就係一個好大嘅警號，但係人喺情感空虛嘅時候，防備心真係會降低好多。特別係退休之後，仔女可能已經搬出去住，身邊冇乜人陪伴，突然有個後生又溫柔嘅異性主動關心自己，嗰種溫暖感係好難抗拒嘅。咁之後嘅劇情，大家可能都估到，甜言蜜語過後，呢位台灣女仔就開始將話題轉去投資美股度，聲稱自己好熟悉市場行情，仲發咗個連結俾事主，引導佢去一個虛假嘅投資網站。個網站整到好似好專業咁，話有 AI 分析系統可以提供精準嘅投資貼士，仲話係穩健高回報嘅策略。你諗下 AI 分析喎，聽落幾咁高科技，幾咁令人信服，但係查實呢啲全部都係騙徒精心設計嘅陷阱。網站係假㗎，AI 系統係作出嚟㗎，所有嘢都係為咗呃你。事主一開始可能都有啲猶豫，但係對方日日噓寒問暖，已經建立咗感情基礎，防備心自然就降低咗。佢於是按指示將錢分好多次，轉帳去一啲來歷不明嘅個人銀行戶口進行所謂嘅投資。最後當佢發現個網站開唔返，信息亦都冇晒回音嘅時候，先至如夢初醒，知道成件事由頭到尾都係一個騙局，累計損失超過250萬港元。你話幾得人驚？250萬可能係一個退休人士成世人嘅積蓄就咁樣冇晒。警方亦都提醒市民，網上情人突然變投資專家，要即刻提高警覺。對方提供高回報、AI 內幕貼士，十居其九都係陷阱。千祈唔好按下不明投資連結，亦都唔好將大額資金轉去陌生人或者不明平台嘅戶口。投資轉帳之前，一定要同屋企人商量下。咁究竟乜嘢係殺豬盤呢？呢個詞語聽落好似好血腥，查實係騙徒圈子入邊嘅術語嚟㗎。根據香港警務處同埋好多國際執法機構嘅資料顯示，殺豬盤係而家網上情緣騙案當中最猖獗、破壞力最強嘅一種騙局。個名嘅由來，意思係話騙徒對受害人進行長期嘅感情餵養，成個過程就好似養豬咁樣，將你養到肥肥白白，等你嘅感情同信任去到最高峰嘅時候，就一刀捅落嚟。即係用各式各樣嘅名義呃走你大量嘅金錢，手法極之殘忍。佢哋唔會一嚟就問你拎錢，而係會花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嘅時間，俾你覺得揾到真愛，然後先至慢慢帶出投資或者周轉嘅話題。呢種佈局極之有計劃同系統性，通常分幾個階段進行。首先係包裝人設，騙徒會假扮成專業人士、成功企業家、軍人或者醫生之類社會地位比較高嘅形象，然後就開始鋪排情感，幾日之內頻繁同你傳信息，晨早同你講早晨，
夜晚同你講晚安，得閒就同你視像通話，營造一種注定係你嘅感覺。當感情升溫之後，佢哋就會以帶你致富、一齊投資、買樓、結婚做藉口，騙你將資金投入虛假嘅投資平台，甚至連銀行帳戶密碼都交埋出嚟。當你已經投資咗好大筆錢落去嘅時候，佢哋就會消失得無影無蹤。受害人唔單止係破財，往往仲會陷入嚴重嘅情感創傷。講到呢度，一定要同大家講下警方早排破獲嘅一單更加離奇嘅殺豬盤案件，等大家知道騙徒嘅劇本可以去到幾咁荒謬同精密。今年2月，香港警方進行咗一個代號叫做謀攻嘅大型執法行動，喺3個星期之內，總共拘捕咗682名疑犯。涉及大約580宗騙案同科技罪案，涉款高達6.2億港元。當中，警方成功搗破咗一個活躍喺本地嘅網上情緣詐騙集團。呢個集團嘅手法真係令人匪夷所思。佢哋以家庭式經營，喺工廠大廈租用單位，成員會喺入面居住。另外，仲租用私人住宅單位做金庫，收藏現金、名貴手錶、首飾同埋過百支名貴烈酒等等。你話係咪好似電影情節咁樣？佢哋會喺交友程式假扮年輕女子，聲稱喺外地工作，然後用感情或者生活挫折等博取受害人同情。最離譜嘅係，之後會有人假扮呢個女子嘅上司或者海外警察，聲稱女子已經離世，仲指定受害人協助處理或者繼承遺產，然後就騙取受害人繳交手續費，去領取呢筆根本唔存在嘅遺產。更加令人心寒嘅係，呢個集團仲會進行2次詐騙，即係假冒警員再聯絡受害人，訛稱案件已經被偵破，要求受害人繳交行政費先至可以取返早前被騙嘅款項。結果部分受害人真係再次轉賬，被同一班騙徒呃完再呃。警方一共錄得62宗同類案件，涉款740幾萬蚊。你睇下騙徒嘅手法係幾咁層出不窮，由網戀到遺產繼承，再到假扮警察，一環扣一環，令人防不勝防。而且佢哋仲會透過另一個洗黑錢集團去清洗犯罪得益，利用超過200個傀儡銀行戶口進行資金轉移，再用傀儡或者虛假身份喺海外加密貨幣平台開設賬戶，買賣虛擬貨幣套現，最後將現金分批運送返去工廈。警方形容成個過程非常精密，結合實體同虛擬貨幣交易，加上現金託運，大大增加咗警方追蹤嘅難度。喺呢次行動入面，單係呢個詐騙集團同相關嘅洗黑錢集團，警方就拘捕咗8男3女，包括3名集團主腦同埋1名骨幹成員。所以話騙徒嘅組織係越嚟越專業化，好似開公司咁樣營運，分工明確，劇本詳盡，真係唔可以掉以輕心。咁好多人可能會問，究竟呢類騙案係男士定女士中招比較多呢？乜嘢年紀嘅人最容易被揀中落手呢？根據警方嘅統計數據顯示，今年頭半年，香港嘅科技罪案錄得超過16000宗，當中網上投資騙案就有2273宗，佔咗整體嘅1/4，損失金額更加係高達14.81億港元，每宗案件平均損失65.1萬蚊，數字相當之誇張。如果單睇殺豬盤案件，今年頭半年就錄得199宗，涉及款項大約1.8億元。喺年齡層方面，數據顯示最多受害人嘅組別依次序係41歲至50歲、51歲至60歲，以及61歲以上，即係話中年人同埋退休人士係重災區。你可能會覺得出奇，呢班人人生經驗豐富，點解反而會中招？其實好簡單，因為呢個年紀嘅人通常已經累積咗一定嘅財富，有積蓄、有物業，騙徒就係睇中呢一點。另外，中年人或者退休人士可能喺情感上比較空虛，仔女大晒搬走咗，身邊冇乜人陪，突然有個後生又溫柔嘅異性主動關心自己，好容易就會放下戒心。警方亦都指出，騙徒嘅手法持續喺度演變，而家仲會假扮高端租客，喺網上地產平台揾嗰啲放租嘅業主落手，
因為放得出物業出租嘅人通常都有啲資產，相對容易接觸投資相關活動，令騙徒有機可乘。其實好多受害人或者佢哋嘅家屬最關心嘅一個問題就係俾人走嘅錢可唔可以攞得返㗎？呢個問題嘅答案係好殘酷㗎，就係好難。點解咁講呢？因為騙徒通常會用最快嘅速度將啲錢轉走，好多時候涉及境外嘅銀行戶口，甚至係虛擬貨幣錢包，追查起嚟極之困難。警方之前破獲嘅洗黑錢集團案件就顯示，騙徒會利用超過200個傀儡銀行戶口進行資金轉移，仲會用虛假身份喺海外加密貨幣平台開設賬戶，透過買賣虛擬貨幣將啲錢洗白，最後再將現金分批運走。成個洗黑錢過程設計得非常精密，層層轉移，結合實體同虛擬貨幣交易同現金託運，增加咗警方追蹤資金嘅難度。你諗下，啲錢經過咁多重轉折，仲要涉及境外平台，要追查談何容易？不過法律上係咪完全冇辦法呢？根據法律界嘅分析，如果被騙嘅資金係轉咗去某個第三方嘅戶口，而呢個第三方本身唔知呢筆錢係犯罪得益，即係所謂嘅無辜接收人，原資金擁有人係可以透過不當得利嘅法律原則提出民事索償，嘗試追討翻筆錢。香港法院係有一個稱為4步測試嘅程序去確立不當得利嘅索償，包括被告係咪得利，該得利係咪以原告為代價，該得利係咪不當，同埋有冇任何抗辯適用。聽落好似有啲希望，但係查實現實情況係，無辜接收人係有好多抗辯理由可以用㗎，例如真誠購買人抗辯，即係話佢真係真誠咁樣同騙徒進行合法有償交易。唔知道啲錢嘅非法來源，又或者處境改變抗辯，即係話佢真誠相信啲錢係合法收到嘅，並且已經將啲錢洗晒、轉移咗或者用咗嚟做其他嘢，咁樣要求佢嘔翻出嚟就會構成不公平。就算你告到上法庭，成個過程都係好漫長，而且涉及嘅律師費都唔少嘢。更加重要嘅一點係好多時候呢啲騙案背後嘅犯罪集團都係跨國運作。位於境外，香港警方要執法都面對好大困難，所以話預防遠勝於治療，等錢轉咗出去先至諗辦法追，多數都係為時已晚。警方亦都呼籲，如果懷疑自己受騙，應該即刻報警或者打18222防騙二二線查詢，千祈唔好拖延。講完呢單咁沉重嘅騙案，等我哋轉一轉話題，講下一單尋日喺網上瘋傳、發生喺堅尼地城嘅奇怪事件。呢件事聽落好似好無厘頭，但係就引起咗網民嘅熱烈討論。話說喺今個月嘅4月18號，有位街坊喺社交平台 Threads 上面發文，同埋貼咗幾張照片，話佢喺堅尼地城跑步嘅時候，見到地下有一張1000蚊嘅港幣鈔票。原本執到錢應該係開心嘅事，但係佢打開嚟一睇，發現呢張1000蚊紙竟然係用嚟包住一塊食過嘅香口膠。你冇聽錯，係用金牛包香口膠，然後隨手掉喺地下。呢位街坊發現呢件寶物之後，拎起手影咗張相，然後忍痛將佢放返喺原位，冇攞走。佢仲忍唔住感嘆，話港島嘅人係咪真係有錢到咁嘅地步啊？呢個貼文一出，即刻引起網民譁言，大家議論紛紛。究竟乜嘢人會做出啲咁樣嘅行為呢？對於呢個問題，網民嘅意見真係五花八門，創意無限。最多人講嘅當然係覺得呢個人太有錢，視錢財如糞土。有網民就笑住話紙巾係窮人先用㗎，有錢人係用1000蚊紙。仲有網民好風趣咁樣計數，話而家喺公眾地方亂拋垃圾，定額罰款要3000蚊，用將1000蚊包住嚟掉，慳翻2000蚊，識慳錢喎。又有網民講笑話，正常啊，嗰度係堅尼地城啊，如果唔係，點叫堅尼地啊？呢啲當然係講笑嘅居多，但係都有好多網民嘗試用理性角度去分析。有人估可能係夜晚跑步嘅時候太黑睇唔清楚，以為將1000蚊紙係紙巾，套完香口膠隨手就抌咗。亦都有人估可能係褲袋入面同時有張紙巾同埋張1000蚊紙，諗住拎紙巾嗰陣拎錯咗張銀紙出嚟包住。呢啲講法聽落都有啲道理，但係亦都有網民提出一啲比較令人心寒嘅猜測。有人話會唔會係求救信號嚟㗎？
由高處掟落街，用香口膠增加少少重量等佢可以飄遠啲。有網民更加警告，千祈唔好執，話呢啲係降頭或者借運嘅邪術，邊有咁大隻蛤乸隨街跳？成件事太過唔合理。首先你要專登去唱一張1000蚊紙，然後仲要特登用嚟包香口膠掉喺地下，呢個行為本身就充滿疑點，所以有網民斬釘截鐵話點都唔會執。仲有網民質疑呢啲會唔會係碰瓷黨嘅新招數？等你一執起就有人衝出嚟話你偷嘢，又或者係社會實驗。附近有鏡頭影住，睇下途人會有乜嘢反應。當然啦，講到呢度都要提一提大家。雖然件事睇落好有趣，但係法律上大家都要知道後果。首先，任何人士如果喺冇合理解釋嘅情況下破壞或者損毀他人財產，根據刑事罪行條例，鈔票係列入財產一項㗎。如果整污糟或損毀鈔票係有機會監禁10年㗎。其次，亂拋垃圾嘅定額罰款係3000蚊，就算你用1000蚊包住，本身拋垃圾呢個行為都係犯法。仲有就係，根據盜竊罪條例，如果你執到錢而據為己有，冇交翻俾失主或者報警，係有可能觸犯盜竊罪，最高刑罰都係監禁10年。所以話無論件事背後嘅原因係乜嘢，如果你喺街上面見到呢啲奇怪嘅銀紙，最好嘅做法就係唔好掂佢，或者報警交俾警方處理。好啦，今日嘅時事專題報導就講到呢度。我哋今日講咗2單好唔同，但係都同樣值得大家關注嘅事件。一單係61歲退休男士墮入殺豬盤網戀騙局，損失250萬。呢件事提醒我哋網上認識嘅情人，一旦突然變身投資專家，講有高回報內幕貼士，10居其9都係陷阱。千祈唔好將大額資金轉去陌生人或者唔清楚來歷嘅平台戶口。另一單就係堅尼地城1000蚊紙包香口膠嘅怪事。呢件事嘅真相係乜嘢？可能只有當事人先至知道。但係網民嘅熱烈討論就反映出香港人對於呢類社會歧視嘅好奇心同埋豐富嘅想像力。無論點講，呢件事都為堅尼地城呢個地方增添咗幾分神秘色彩。多謝大家收聽，我哋下集再見。